冒天涯。告白书也是好重要，爱勿欲也是古话常推移。上回观音要强刚团呀，让我本人开蹦刚团呀。大西马都一条无字眼，爱到冬夏高空来摘呀。美浓山下摘到几个山下，爱住爱呀。好吹舌头，阿妹无嘅合作帮北妹讲嘅想法。慢数来叫几多，上悲哀引流中火，爱捉唔落要睡唔到，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，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。对啊，不过接下来还有联考哎，如果没有联考就好了，就可以直接去玩。哇，反正再怎么努力也考不上了，我已经放弃了，过完这个月就好了。阿爸嘞，用的啦，毕业呗，心情很开心啊。哦，不是还有联考吗？哦，对啦，不过学生的考试做不出来，好到松口的啊，啊？你只要好好复习啊！你的国文、英文成绩都不错，我比较担心你数学这一科。要是不懂哦，可以来学校问我，我每天还会来啊。如果不在啊，你找你姐姐就一定找得到我啊！啊？哦，该有精神地位啦，对自己啊要有信心啊，不要辜负你父母、你姐姐对你的期望啊！我走啦，趁这个月的时间啊。好好拼一拼，好好加油啊！哦，老师再见。我看聪明啊，对你是关心的很哦。啊，阿发啊，这个千万啊，不要辜负你姐姐啊对你的期望啊。你要是辜负你姐姐对你的期望，她会不理我的啊。哎呀，他实在是太假了，3句都不理你姐姐。哎呦，其实书面只是有点啰嗦，人也不算太坏啦。我在家里被打，他也没有到学校说啊。我在学校翘课，他也没有告诉我姐跟我爸妈啊。我看呐，你是被他感动喽。这样好了，既然已经毕业了，你就改口叫他姐夫吧。姐夫你的头啦！我才没有被他感动嘞。他以前做的所有事情，就当功过相抵啊。以后啊，他如果想追我姐，我不赞成也不反对，一切就看他自己的造化啊。哦，好了，走了。哎，今天怎么那么多人翘课啊？神经哦，都毕业了还翘什么课？对哈，哎，那我们等一下去哪里玩啊？哎，这样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去西边啊，来个毕业大联考。去烤肉好不好啊？哎，你们玩失恋玩很久嘞，你们开心一点好不好啊？这样很无聊哎。哎，没有啦，只是想在学校看书啊。我也是啊，事实是我都只剩这个月了。我要是没考上哦，我妈一定叫我明年重考。倒不如现在拼一把好了。那你们2个就好好拼一下咯。哎，我都留级2年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拿到毕业证书，我要拿回家裱起来给我阿母看。哦，他奶奶个凶！你们是发什么神经病啊？啊！以前上课的时候就拼命翘课，现在毕业了，2个呢要留校读书，1个要回去当乖乖牌。那谁陪我去西边玩的？你可以去找三龙玩啊，
那家伙自从瘸了腿，每天都在西边溜达，找放冷枪的人呢。哎，你不要乱讲好不好啊？哎，3楼还在抓人哦！哎。无啊，你是天灯来做嘛啦哈？无啊，条款用讲，无本你都要行啊，行个天都圆啊。拜托啊咧，去富人家讲个放牙糖哦，其迄个总表较总表无咯？啊，拢讲啦，哎哦，这行路无防骗的啦，条内又无坏的，我样行的是个猪啦，安太样我打唔见的无？啊，不过，唔过嘛个啦，迄鬼都鬼啦，无通到咩？好啦，无这下搁听下啦，啊，你妈事情喊我太长啊。猪啦，假鬼啦！好啦，啊，搁听下哟。哎呦，这啥啊？三郎啊，大名鼎鼎坐镇春秋地点的三郎啊送啊！是吗？伫倒啊？伫倒啊？我有够惊的，我明明看到就是只摆卡鸡啊！无啊，你是咧讲啥啊？恁爸就是咧讲你，你行路一摆，毋是摆卡鸡袂声。来啊，想要跑来啊！什么后悔啊？拢已经残废啊！你敢咧笑着啥？目睭在饲啥？你看恁爸无欢喜，另外一蕊目睭就爱乌出来。反正你已经残废啊啦，也无差迄蕊目睭啊啦。凭你这只摆卡鸡也敢起骹动手？伫地点仔内底有马路，这嘛甲乡委咧来停，阮唔敢甲你动手。今你唔知死我，家己一个人走来遮，阮今日就拍互你死！我还阁袂歹嘛，我今日用死过来拍互你死！你啦，我，来，包啦！你有看到三郎无？伊敢出去散步啊吧？到谁去散步？甲阿雄啊，是讲我拄则看阿雄，敢家一个人倒转来了哦。我唔知。阿雄呢？阿强，去叫阿雄转来。哦。好哩嘛，拄啊伫倒有看到恁三郎阿姐无？无啊。看样行情来啊！俺妹嫌喏三郎古人喏，用不伊个人出去喏，佮输爽啊，行路又无方便，万一出嘛事情用改善喏。无啊，伊即个咧伊输人直播的啊，俺本来摕去啊，啊伊无俺摕，伊搁去骂俺，喊俺做啊。好嘞啦，唔是讲安多啦，哈叫到你深去啊。阿碧啊，哎，等下三郎若转来吼，爱甲我讲哦。哎呦，知啦。行啦。这边怎样？较紧的啦。拜托的，小可代志尔来大惊小怪，大人大种也是安怎？哎呀，丽丽，你们头发散成这样，来，转过去，我帮你梳梳。做我们这一组的哈，头发就是要整理一下，这样客人看了才会喜欢呐。让自己看起来干干净净，很漂亮。来，这样过来我看看，怎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啊？哎呀，口红不够红，来，我这一条借给你，来。
像你皮肤这么好，其实上个口红就很漂亮了。来，我们上红一点。做我们这一行哦，口红就是要红一点，客人看了才会开心呐。啊好啊啦，你莫搁甲我画啊啦，好好一个人，互你画啊较贵咧。像讲诶，啊你给我好看咧，啊你看起来气色嘛较好，这样就对了。啊你哪坐你这？啊你管，啊人拢走了啊，总是要有人顾店啊。啊你就对。客人来了，来。卖酒啊！卖酒。金桑，你真久无来呢。今日落来啊，伊上来嘛咯。来咯。啊，带朋友来捧场咧。第一届吼，无见阮囝咯，第一届。你新来哦。有气哦。赞。叫丽丽，有气的哦。新来赞。第一届落海呢。丽丽好喜欢哦。哎呦，你最近是在无闲啥啦？那讲无来。三龙啊！赶快用三龙过去。三龙用的咯，三龙用的咯，啊，出爽的啦，有了紧嘛？是啊。哎呀妈，敢打你咯，演你咯。过来，分风去咯。走开啊！哎呦，做嘛咯？这搞要疯了。你出爽了，你还要这个？样样讲看。你都唔会行啊行硬讲，来啦，我扶你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添补啦！来，卖样就输乱大乱咯。早午日三。好，谢谢。多谢。谁的位哦？师傅，跟那个啦。生意就会啦。哎呦，你哪样的了？哎，卖按就输乱大乱严重啦。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三龙又来咯。伊天门人打位啊！我要打，伊咧打死的，唔要爽啊咧。伊无可能去甲网头哎呀。呦，妈，你看老累啦！来。哎呦嘛，你哪样救我？哈叫得位啦。来，约过来。哎呦，散开啦！啊你这样哪安尼啊？是你家己无才调，你外口叫人拍安尼，创啥是阮老母的拄笑？你走啦，才无欢迎你啦。哎呦，来火房给。好。来，房间的。生意了，慢得位啊！生意生意哦，慢慢来啦，慢慢来。阿爸，暗暗的，好贵的。好啦，一下的吼。对，好。哎，你输王的爽好诶嘛？遐伊些个爽做就好咧，不过啊，心肚里的爽还无夹好。啊，伊上到陈美丽，心肚就该痛咧。计以后唔系看到陈美丽嘛？无啊。讲话啊，伊家去付啦，那个都去甲他吵，我想到，伊还搁吵，年龄向低哦，反正是咱向咱低哦。不要紧伊啦，我就印象陈美丽讲的人命，爱人养18岁哦。伊比爱人韩国说，爱人手里嘛个有农命，伊用出来讲出人命了60岁嘞。不过，嘛个很多
已经阴阳的了。算的啦，差唔多啦。我建议少年考的，安尼哦，冇阴阳。哎呀，鼓手啊，就读书，希望啊做一系列1对1。唉。 距离今年的大学联招只剩下不到1周的时间，所有的考生都在做最后的冲刺。今年大学联考的报考人数有100多万人，预估录取率在30%上下，跟去年相差不远。今年热门的科系仍然以丙组的医学院为首，其他各组的热门科系分别为甲组的电机系、乙组的经济系、丁组的法律系，竞争非常激烈。 除了考前冲刺之外，也要提醒各位考生，天气炎热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哎，等下。哦，按大几床诶。乱讲，抓云哪会床啦？抓迄哦，硬去庙方求的咧，通讲哦怪人咧。抓早吼，那保庇抓今年吼平安啦，做伫辟邪呢。还有，抓早吼，迄若去文昌宫改边求的咧，那保庇人家考试哦考得到哦，人家考试的时间哦做唔得拿好来，对冇？对啦。妈，你又唔是考，这就是要切谱的嘛。新人乱讲法，来去啦。夫人啊，行家你有錢啊？現在房間頭上已經拿來啦。哦，拿。阿爸，啊，加油哦！托按多年手定叫咩條哈？哦，这部人来讲又要緊張啊，阿爸，考試冇緊張，用平常心如何？唔係啲啦。媽，你有錢啊？阿發啦，係要問佢冇低到嘅嚇，人家準考真嘅，別係要錯嘅啦，要低到冇嚇？有啦，有啊全部有帶啦。媽，落嘢啦，啊，嚟做啦嚇，嚟做啦嚇。嚟落嘢哦。夫人啊，夫人小等下啦，我陪你做伙來去啦。啊，袂吧阿母，你嘛要去备考？免啦，免啦。什么都唔免哈，我已經等幾啊年啊呢，啊，真無簡單，你今年要聯考，我一定愛陪你去啦。行啦。好啦。你若無排冊包啊，你冊唔免看曉。今晚你看嘛袂有啊啦。你到底是有讀啊無讀哈？袂要緊啦阿母，反正還有是非題甲選擇題會當用，你放心啦，我袂考鴨蛋啦。哦，啊，你準考這有查無啦哈？娘啊，我是准备考试，你和爹啊就不要来了。哦。中午啊，我要吃卤蛋、香肠，还有鸡腿。弟，我会同你准备好些，唔至少当时考试做好嘞。那我走了。哦，谁赢啊？今天是大学联招第1天考试，考生与陪考的家长都提前抵达考场准备。第1天登场的考试科目为理科的项目，包括数学、化学及物理。明天是共同科目，社会组的考生也会在这1天登场。据出题委员表示，今年的考题较具有启发性，考生答题时要多加思考。你这人哪无礼貌哈？哎呀，无还有变蠢啦！我去人店啊。我哋还袂分你事。哦，哎，啦，我个这样。我家存一个，你就拍死哦。我。哎，你头家牛嘞？阿陪夫人去联考啊？去联考。哦，你这人好高运，啊，我。
哎呦，哎，来，哎呦，又搁无，哎，真正是真啊，你啊你。阿雄啊，无看人啊。啊，拢处理啊啦，拢处理啊，哎呀，我拢那个去了，拢处理啊。哎，哦，我。好食去，好食去，屋去，好啊好啊，莫一透早就踮遮咧耍牌啊，迄人客来敢会看的。哎呦，透早袂有人客来啦，就是讲呗。不是啊，不要让我进来，紧啦。哎，你搁起杂嘛？怎么是人啦？哇了，哎，哎呦，你很白嘛？哎，你这个人真正是，上水的白票你食伊，我是要食啥啦？哈，我我要食，你知道无？考试终于是考完了，那是脱裤海哦！哎，可是你们收到通知单了没啊？谁知道啊？咱条叫人很好，但考都无买哦，成绩记录硬没就有好笑的哦。哎嘛嘿啊，几月份啊？做得数学题啊题目小。哎，福利，那你呢？哎呀，我想啊，我是考不上了。不过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功课本来就不好。我想，如果我没考上的话，那就去当兵。当兵？你那个身材，莫听说你做兵哦，还会不能退步嘞，当兵。你们是没有看过胖大帅哦？哦，胖大帅哦。对啊，你妈讲你胖大帅，你那去做兵的时间哦，妈会太苦诶。你天天做个干嘞，当变皮的咩？哎，没兵，你看过球员太苦的哦。那又不一定要当兵，反正当兵那么辛苦，听说是吃也吃不好，是睡也睡不好啊，晚上还要起来操练。我不当也罢。等我。这是他男人爽啊！赶快哦，下来哦！先走了，你们慢慢玩。喂，布林，样体美丽，也很有美。我的研究，咱只上伊啊。无啦，就看看无事情就上到啊。
阿发哥，要笨啦。阿发哥，笨啦。要笨啦。来啦！妈，来。阿范啊，你声音安尼啊，看到牙齿有要喊啊？阿范，阿叔啊，无关系啦，唔生意啦。下礼拜几来吼，还有事情我拢唔着讲。事情？有办事情啊？迄样人啊，我已经吼新疆都爱美国读大学个啊，你也叫叶芬吼说波士顿读硕士啦。啊，用日来吼，可能1-2年，甚至吼爱几久，用去归来啊。今日我突然间面到去美国读书呢。阿哥啊，你兄弟啊，我吼嘛开始唔爱啦，出去读书啦。好彩吼，之前读大学成绩改好啦，啊申请好到是改顺利啊。想想吼，了1-2年啊，了还要了拉咧啦，爱寻条路哦，还嘛唔知做乜解啊。故说是继续读书啦，重新开始啦。以为想出家读书哦，也计较好事呢。话安尼讲是无唔错，但我哋美国啊，开设柜台呢，真准，也竟然有遐多钱无？我落下顿天书信无？阿哥啊，你唔是笑啦，还有申请到奖学金啊。迄讲过去美国读书哦，钱啦，让做人工啊，条盘了，收天来，嘛开始做得做啦。啊，机票钱吼，我了不含油啊，无问题。我想啊吼，其他事情还算好解决啦。按伊建议吼，去安阳的地方读书，这个身体吼，要注意下咧哦，对吗？我知啊。阿哥，要麻烦吼，老爸讲一声啦。hen记哦，唔是笑我咧啦。我吼夏天决心哦，一定要打拼的啦。迄种美国安定下了，我是要下次都唔开心的咯，哈。好，改好。好，总算吼振作起来的呢。好，我太用过去冇。来，两块做菜哈。好啊。真傻！无过我一透早就听到迄笑底叫，我人是有桂林教啊哦。今日才紧就走，今日好好陪人哦。可能你妈不是离婚还很么？哎呦，先生，还叫我看到，还叫我来啦。夫人嘛，有看到恁三郎阿姐无？夫人嘛，你戆神，你在想啥啦？冲啥啦？有看到恁三郎阿姐无啦？无啦。奇怪，走倒去。夫人嘛，莫阁讲坐遮啦，徛倒找啦。啥物好找的啦？一个摆卡是会当走迄倒，我较走毋是咧内底。神咯，娘的喏，下面那边无松开哈。无啦，还是想讲哦，我过去花莲，啊，我去尾啊看看啊。好啊，你的皇帝哦，要过久无见面的咩？花莲靠海，空气有改好啊，去聊聊美好啦。我记得哦，都是在海山，对身体啊，更加杂条的哈。你以前行船行多年呢，
一天东怀念怀缅的身份吼。哎哦，老娘的包袱会款款的呢吼。该当哦，迄怀缅无卡太，衫裤啊，都带地位哦。错啦，你要记得哦，带你着面农的客家板条迄份牙膏哈。不过，你这个人哦，行路无方便呢，要拿很多东西，哎用要做点哦。蛮好的啦，我片哦，强下贵去啊。哎，你得哦，我贵去强你哈。你摆去哦，我就无打算来过来。当初啊，我看伊个婚姻家带着伊个生意呢，惊讲唔会让我被伊欺负，可能会留下来照顾呢。你遐我已经无方便呢，啊，留我睇啊，只有本人人诶，我看咯。我还是离开较好啦。甲因过去个搭，你做嘛干吼？我哋嘅开个30层，想我过去看下，有冇写做得提天数的冇？唔是少啦，府里嘛已经安泰，有三个安用，佢会好好保护。地点啊，已经无需要嘅行动无方便嘅山路。我还用人讲，难讲，你唔讲要送爱心的么？哎呦，都几点了，现在才来？哎呦，你们不要那么急嘛！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录取名单：06067刘文芳，06093郑文贤，06611窦慧茹，40046林华伟，40116简基生，40147刘雅文。本来呐，无遐勉强行来行去，也无法度专心读啦。妈，收音机个三案台上，有咩读唔到呢？唔是紧张啦。哎喏，有可能我会蛮紧张啊。要管迄个阿伯伊上台诗呢40554沈志如。沈志如。下面个人状况叫做相声的，农姑来哈。哦，唐讲啊吼，伊乖乖读书呢。真是不予考虑好到，哦，退胎的哦，乖乖哦。40747洪文安
哎呦，伢你个个伢来叫啊吼，伢到下摆咧命的啊。妈，见不见咯？我养几年呢，唔是记啦吼。伊有6次啊，一天阮养出来啦，唔得唔是急啦。走唔得，唔系可能吼，哎呀，现去创业遐呀，请主公主婆啊吼，好好来保护，等下添啊吼，像伢到下摆咧命的啦。阮爷来回来，无去养多样呀。妈，阿爸，唔能慢慢来谈啦。我甲同学约好，要叫我约好到空帮干，我先落去哦。迄真嘅哦哈，有冇通讲咯？不会去啦，也用看的吼，国脚啊。418884，吴雨萍，42007，江怡莹，42106。你豆腐呢？嘿，阿皮，你来看公公。哎呀，你唔去看啊？你靠东用，你靠东。我妈唔知啊，我姐啊，跟我妈睇糖辣椒呢。我妈睇几糖。你有感觉我无靠东呢？我冇强样啊。靠样啥？我认看无。唔是啦，而且唔想要我哋碌架，有冇走出来？也系啊，落雨啊，去睇下雨啊。哪呀？落地风啊，太苦的可能冇睇过啊。蛮好，来呀。吼，惨的啦！万年来思流爱啊，爱规路靠，硬妹就要冲机关冲汹涌，一念一念，我真叫要点的啦！哎妈嘿啊，我是唔是差你1分？叫我帮你打的啦，平常。伊实力唔错，就帮因做车的打，也好惨嘞！天早会帮因打死哦。南爹是知道南考不上了，他说南和他一样，没有读书的脑袋瓜。可是南娘嘞，明明知道南考不上，却又不敢相信。那些大学又不是螺丝敲死店，说上就上。唔通哦，我连什么调就算呢？我无上几路卡的啦。哎妈嘿啊！一想到过去，看到路架的呢，就头皮发麻。嘿啊，阿妹哦。一天要应叫啦，偏爱盲年考过，实在躲唔掉呢。如果不回家，我们要去干嘛？每天在山上烤小鸟和煮鸭蛋吃。再过几年啊，我们的衣服都破了，满头披头散发，就跟个野人一样。哎呦，太苦诶！啊，你莫伤心哦，咱唔讲的啦。等一下妈的鬼气，面对现实啦。现实马家啊！要我去重考哦，敢唔要我一年艰苦的人呢？哇，天公大！哦，哎，要考啊，你们去考吧，我是不要考喽。想一想啊，还是福林最好。他留级2次，马路嫂都没有说什么。这次他能毕业啊，我看马路嫂都要偷笑了。
我想他最没有课业的问题咯。嘿啊，俺是不是伊摸阿爸？姑说我们会被阿爸打了。他那个凶，没有老爸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啊？哎，不过想想啊，我们几个还是他最好。我想他一定不会去重考的。福利嘛？啊，创啥啦？我有话要甲你讲嘛。啊，你考试考了安那？你也是毋知影，我就毋是读册的了啊。高中会当毕业，爱偷笑啊啦。那你将来有啥物打算啊？啥物拍算啦？啊，就先找一个临时工，等做兵啊。要拍算嘛是退伍了后的代志啊。你想要讲啥？我是安尼啦，我想要甲这间店拍出去啦，因为恁三郎阿叔伊讲要转去花莲，我想要倒去。伊要走是伊的代志，你倒会去创啥啦？花莲真远呢，去遐偏僻的所在，你是要安怎生活啦？所以我毋才想讲哦，要甲这间店拍出去啦，啊，摕一寡钱去遐做一下小生意咧，剩下的钱就留互你将来娶某通好用啊。实在是想无呢，啊，你定定过得好好，是安怎要去一个遐清远的所在？你敢毋知影，一切要从头开始是足辛苦的呢？这我拢知影啦。啊，毋过我已经决定啊，毋管三郎去倒，我就要跟伊去倒啦。啊，毋过三郎伊，我知啦。你吼，以后就看恁三郎也一无顺眼。啊，毋过你嘛想看卖咧，自从恁阿爸去行船无转来了后，一位拢是你三郎阿叔在甲咱照顾的。迄款落寞哦，啊，毋是因为无别个所在通去，才会留喺遮啦。你若安尼讲啦，虽然恁三郎阿叔是无读过啥物册啦，啊，毋过伊这个人真讲义气呢。迄当阵，我的大家当过身去，啊，我的翁婿是死还是我嘛毋知影。我一个查某人，搁带着一个囡仔，我敢若规工知影哭，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。体贴仔的代志我嘛袂晓。啊，伊是恁阿爸的好兄弟啊，伊是惊咱母仔囝会捡人欺负，毋才会留伫遮甲咱斗相共呢。斗相共，我看伊哦，拢伫咧变体点仔头家啊啦。咱这间店嘛好卡在有伊啊，甲咱斗相挺啊，我才有法度甲你采用到遮尔啊大汉呢。啊，伊即马脚受伤无方便，换我照顾伊嘛是应该啊。阿母，原来你是真正介意哦。啥物介意无介意啦？这一切拢是命啦。我这世人都是注定要甲伊做伙啊。啊，毋过我即马上烦恼的人是你呢。你要甲阮做伙去花莲无？我会啦，我去花莲创啥啦？啊，无你拍算要安那啦？无安尼好啊啦，等我家店拍出去了后，啊，你就先搬转去山顶，甲恁阿公大做伙，安尼好无？你搁我想看卖啦。好啦，
互你好好想者啦。我嘛要来找人甲店顾顾的。阿母，安尼若是上地点也卖掉，那安尼你里要安怎？饭条加加奶，爱加本海，来带来希望饭条加加奶，爱加本海。冲山高，山高无穷穷，上